任务没完成，你就得干到老干到死。有的老人真是啊，只长年龄不长脑子。你给儿子娶上媳妇就算你任务完成了？儿子被你教育的成功吗？有能力撑起一个家吗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娶个媳妇就想着怎么驯服人家，接你的班，继续养这个被你养废了的废柴，想啥呢？啥年代了？当了父母就没有退休这一说，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只顾自己潇洒，既没给孩子留下物质积累，又把儿子养废了的父母更是如此。再者，有的人养孩子啊，就真的只是养活了而已。至于养育质量的高低啊，孩子人格是否健全，他们认为这都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。无论摊上多烂的父母，人家还不能解约，这本身是不公平的。老了只代表你老了，并不能说明你是合格的父母。年龄的红利只有合格的父母才配拥有，你任务完成的不合格，就注定干到老干到死，种什么因结什么果。年轻时候欠的债，还你个废柴儿子和你凄凉的晚年，咋还委屈你了？